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靈修從神而來嘅智慧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0章12節，所以自己以為暫得瘟疫，需要捐獻，免得跌倒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群海鷗，夾條到迎風向近海起見，但係其中卻有一隻背風起見，所有嘅海鷗都一致在趟接屁嘅。而安咁樣做係破壞佢團隊嘅精神，但係無論大家兩邊樣講，佢都還係背風才起見。一笪時候，有一條貓慢慢嘅就出現在樹叢嘅背後，因為海鷗們全部都係向近大海，所以就冇察覺到愛貓嘅出現。當一條貓正準備跳出來嘅時候，一隻背風而起嘅海鷗就看到佢，就大聲嘅喊：危險，快逃走！其他嘅海鷗聽到聲音就飛走去，一隻海鷗就救回大家一命。我就來默想，在生活當中，可能你也會遇到一些意見、看法，有大家唔同嘅人，但係除非係好明顯嘅違背佢真理，我就係咪可以用更加寬廣嘅心來去學習或者係接納呢？我就一齊來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認識你係智慧嘅開端，我就祈求你加添智慧俾我哋，讓我哋在處理生活、工作、和侍奉上嘅各樣事情，都能夠有清楚準確嘅選擇和安排，幫助我哋有謙卑嘅心，和團隊一齊工作，有好嘅關係和配搭，使到我哋所做嘅前途順利，也能夠人心一言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